那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要离开我？琉璃，我有哪儿做的不对了？我可以去改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，你给不了。我能给，我能给，我会努力，我什么都能给你，我会努力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儿？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说放下就能放得下吗？你就这么想嫁给有钱人？对，我就是想嫁给有钱人，我就是这么现实，这么势利，这么贪慕虚荣的女人。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，每天小笼包绿豆粥，我想住大房子，我想开豪车。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女人。刘丽，他已经结婚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你再给我点时间，他有的我都会给你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我就差那么一点儿，我就差那么一点儿，我就成功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得到了顾西城，凭我的智慧，一定会得到神龙集团。到时候，你也不会再被别人打压。只要我拉你一把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傅博雅不会靠女人，我不会靠女人得到成功，那样我不如去死。刘丽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放手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不要，我已经不能放手了。我已经付出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这个，我打掉了我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他已经3个月了，却被我打掉了。我不开心，我不开心，我付出这么多，却输给一条狗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要成功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